各位爸爸媽媽，最近你有冇一種感覺，明明兩公婆收入都唔錯，算係標準嘅中產家庭，但每個月扣除供樓、養車、仔女補習同興趣班之後，戶口剩低嘅錢竟然追唔上通脹嘅速度。如果你都有呢種中產焦慮，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尾。大家好，我係 Candy， 你嘅家庭理財顧問。最近財經界同社交媒體討論得最激烈嘅話題，就係 AI 技術大爆發點加速財富重新分配同埋持續嘅隱性通脹。好多中產客人都問我哋辛辛苦苦儲落嘅錢，會唔會喺未來10年大幅貶值？我哋為仔女準備嘅教育基金，到底仲夠唔夠佢哋將來讀書？喺我過去幫無數家庭做財務規劃嘅經驗入面，我發現中產最大嘅危機唔係為唔到錢，而係財富喺不知不覺間被蒸發。而家大家去買價、食飯或者俾仔女啲補習班收費，應該好明顯感受到物價貴咗好多。官方嘅通脹數據可能得幾%，但係教育、醫療、優質生活嘅真實通脹率往往係雙位數。你以為將啲錢擺喺銀行做定期好安全？其實咩都唔做，購買力每年縮水，先係中產家庭最大嘅財務風險。咁我哋應該點做？我兩公婆都好俾心機做嘢啦。問題就出喺呢度，中產階級嘅財富結構通常好單一，過度依賴主動收入，即係你份人工。第一個問題係職場天花板同 AI 取代危機。作為專業人士或者中層管理，你嘅薪酬加幅追唔追得上通脹？萬一經濟環境轉差或者行業被 AI 顛覆，你家庭嘅現金流會唔會即刻斷裂？第二個問題係錯配嘅家庭基金，好多高學歷父母對仔女嘅教育極度重視，願意使好多錢去栽培佢哋，但就忽略咗家庭資產護城河。買保險可能只係求其買咗啲基本嘢，投資可能只係跟風買幾隻股票，冇一個系統性嘅家庭基金同教育基金做長遠規劃。結果就係賺得多、使得多、留得少。要打破呢個中產返貧嘅陷阱，我哋必須要將思維由點樣慳錢升級到點樣優化資產。簡單嚟講，就係將你嘅資產分為防守同進攻兩部分。防守係保證你家庭喺任何突發情況下，例如健康問題或者短暫失業，生活質素都唔會下降。而進攻就係利用優質嘅資產去對沖通脹。第一，建立抗通脹嘅家庭核心基金，將你家庭嘅閒置資金或者低回報嘅儲蓄轉移去一啲能夠產生穩定現金流並且有長遠增值潛力嘅優質資產度。第二，將教育開支轉化為教育基金，唔好每個月喺份糧度掹錢交學費，而係應該及早設立一個獨立嘅教育基金組合，利用時間複利等錢去幫你養仔女，減輕你未來10年、20年嘅現金流壓力。喺 AI 時代，你仔女未來面對嘅競爭已經唔係死背書，而係創造力、國際視野同埋對新科技嘅掌握。所以，真正嘅教育基金應該包含現金流規劃同父母嘅自我成長。你點樣透過穩健嘅投資組合去創造源源不絕嘅被動收入，等你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仔女，甚至帶佢哋去體驗世界，呢個先係最高級嘅教育投資。中產嘅焦慮源於對未來嘅唔確定，而理財嘅終極目的就係為咗買返一份確定性同埋選擇權。理財從來都唔係淨係講錢，而係講緊你對屋企人嘅責任同埋對未來生活嘅選擇權。如果你都想檢視下自己家庭嘅財務健康狀況，想知道點樣設立一個真正幫到你手嘅家庭基金同教育基金，歡迎你喺留言區打財富體檢4個字，或者直接 DM我會為你做一次初步嘅家庭財務分析。理財係一場馬拉松，我係 Candy， 陪你一齊跑贏通脹。覺得有用嘅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中產父母。我哋下次見。